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 Google。喺7月29號正式喺香港推出咗 Gemini Spark 呢個全新功能。大家睇下我畫面上面嘅清單，我將呢度全部嘅任務無一例外，全部都設定咗喺每日早上6點自動執行。最勁嘅地方係佢係7X 24小時24/7，全天候喺雲端無間斷運作。就算你關咗手機，冇開電腦，佢都喺背景幫你自動 run 晒所有嘢。你一早起身開機，就可以即刻睇到最新嘅匯報。今集影片我會用實測畫面同大家拆解佢到底有幾方便。重點功能實測展示24/7，全天候雲端自動化與工作日程。7X 24小時全天候雲端運作，不用開機，不用留喺 APEC 界面 ，AI 喺背景24/7，隨時命後並定時執行。全任務上午6點定時觸發，所有設定好的工作項目，每日清晨6點由雲端自動匯報。Google 日曆與 Task 提醒，每日6點自動整理當天行程與待辦事項。Gmail 每日郵件通知排程，每日6點自動摘要。過24小時的重要 email 起身即睇。Google Drive 與 Keep 管理，每日6點自動整理雲端資料夾，連線檢測與權限排錯。每日上午6點學習規劃與生活資訊，學習與考試複習。每日6點自動針對普通話考試複習，整理重點與規劃進度。香港在地資訊監測，每日朝早6點自動更新香港分區天氣。TVB 焦點新聞，連開 TV 同 MyTV Super 節目資訊都能自動查詢。每日上午6點影音娛樂與科技追蹤 ，YouTube 熱門影片與 YouTube Music 新歌監測。每日6點自動搜尋並整理最新熱門影片與新歌曲目。Gemini 模型更新追蹤。每日6點自動監控 Gemini 最新圖像與視頻模型的發布動態，系統自動化以檔案處理，瀏覽器與網頁自動化探索 Chrome 與網頁自動化操作，分析 AI 執行邏輯，圖片一鍵合併至 PDF， 直接將多張課件或文件圖片自動整合成一份 PDF 檔案。結尾 CTA， 如果大家覺得我今次講得好，幫到你了解 Gemini Spark 呢個7/24全天候無間斷，每日6點自動運作嘅最新功能，麻煩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分享我呢個影片俾大家知道 Gemini 呢個最大嘅更新。我哋下集再見。